影评继续要来关心，这是台北温泉季初一正式上场，北投逢甲办弄新桥的活动，嘛写真侪游客做伙来斗闹热。温泉季的活动这段时间，有一寡民众会买游台券，会当买时看好清任何名上介好，因为有一寡业者认定讲，同一个房间型无共款的介绍，假使若是用温泉券来带暝，就袂当搁再配合秋冬国民旅游补助。若是用秋冬国民旅游补助办法，就要用另外一款的介绍来算钱，想要扣赎嘅民众都要先看好清楚。卡罗龙果新桥对浪，祈求五国丰收，生意兴隆。逢甲办台北温泉季的活动，城民众去斗闹热，当然好康的嘛袂当放过。因为有国旅方案，可能价格会稍微，可能会有更多人来了。 真侪温泉业者拢塞全年上烧的介绍出来，不过实际去问，嘛毋是所有业者拢会当用秋冬过来旅游补助，所以民众要进前拢咧做比较。秋冬补助的1000元是不能跟旅展券合并使用的，不过现在使用旅展券的购买是会更划算。 像讲，这间温泉业者伫温泉季卖普通时的票券拍4.5折，敢若卖3600，毋过袂当用国内旅游补助。若是要用国内旅游补助的方案，业者就会用普通时2个人大介绍5700来算，甲秋冬国内旅游补助的1000块扣掉，等于是4700，算起来颠倒较贵。另外一间嘛共款，同一个房间型，用因的票券会比用秋冬国内旅游补助的方案更较俗。另外11月初1则实行的扩大国内旅游补助计划，带暝送温泉券，嘛毋是逐间业者拢会当用的。观光局这边给我们补助，1张券只有200块钱，那其实稍微补贴稍微少了一点点，不可能只有自己一个人来，它可以带来其他的产业的价值。业者讲温泉券政府的补贴无讲真济，愿意配合的温泉旅馆较少，建议消费者钱开瑞进前，先甲规定问好清楚，加做比较，避免将来发生纠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